大家知道咧，近排就係科熱話就係的士車隊啦。的士車隊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招人困難啦。咁但係我想知道個最主要嘅原因係點解會唔夠人呢？全個的士業咧，其實有6-7成嘅司機咧已經係過咗60歲以上嘅咧。其實佢哋唔係咁接受到用 Apps 啊去接波打嗰樣嗰啲嘅，因為加入車隊一定係必須要用智能手機用 Apps 去做啦。咁所以形成到佢哋嗰批司機咧轉換到車隊咧就係比較難啲嘅，少啲嘅。喺網約車盛行嗰段時間咧，其實我哋本身咧有一批司機咧，即係後生嗰批司機咧就轉咗去做網約車。咁其實透過今次我哋都想為你翻嚟回歸翻嚟啦，呢邊係都已經提供翻一般依家網約車可以做到嗰類型嘅收費啊服務。喂，入咗車都會唔會被監管住啊？因為我哋有時薪制嘅司機啦，都唔需要擔憂咧踩唔踩夠車租啊各樣嗰啲，因為公司派order俾你啊嘛。咁傳統譬如喂，我本身禮拜日或者禮拜六我想搏命嘅，我啲時間多啲嘅，我踩足嘅。咁你咪可能嗰日你同我講話，我想今日係租車嘅，又得。我哋好彈性嘅。其實如果我係全職做落行嘅司機，咁我都係接 order 啫嘛，一樣呢件事。哦，咁嗰個 order 錢咪係你嘅咯。如果你時薪嘅車長，你接個 order 咧，嗰啲錢咧全部都係歸公司嘅，你淨係出糧嘅。出100蚊每一個鐘。開工時間咧彈性自主，做兼職車長又有底薪保障。咁加入落行車隊又有啲咩優勢呢？因為我哋本身咧，我哋係可以提供埋電子支付嘅服務啦。我哋而家暫時嚟講咧，都係零手續費嘅。本身如果你係現職嘅司機啦，而你想加入我哋車隊嘅話咧，我哋就會有新人獎啦。以我哋呢部 MIFA 7為例啦，咁個租金係950蚊嘅特間。950蚊嘅話咧，你做滿20日咧，第21日咧係免租嘅。做滿20日嘅話咧，額外仲會多600蚊嘅獎金嘅。以呢個為例，我950蚊再加600蚊。每個月係有1550蚊，為期6個月嘅呢個獎金，再加若果你做多3個月，咁就會有2500蚊獎金，做滿1年再多2500蚊獎金，加我哋嘅話14300蚊獎金。如果你能夠喺嗰年裡面嚟講冇意外嘅話呢，其實公司會額外俾3000蚊安全獎俾你㗎。嗰條數都唔少嘅，其實係本身未有6號牌嘅話，除咗一個免費成個考牌嘅 training 之外，再加呢個獎金。成為落行車隊司機，再介紹其他司機加入，仲會有額外獎金。即係介紹費，每一個5000蚊。你一個就5000啫，你夠膽可以拉一隊人嚟嘅，10個你袋5萬㗎咯喎！所有入職嘅司機咧，我哋都需要面試同埋試腳嘅，呢個係基本㗎啦。其實，因為咧我哋除咗人頭之外，我哋係真係想要一啲優質嘅司機，大家都係想做好呢個的士業嘅。